大多數投資者咧喺利率下降嘅時候咧，會選擇投資債券，但係精明嘅投資者會明白市面上仲有其他選擇咧係可以考慮嘅。咁我哋預期美國咧即將展開嘅減息週期，將會係更加符合一個軟着陸嘅情景。但係咁對投資者同埋整體經濟會帶嚟啲咩影響呢？聯儲局已經喺9月份開始減息，我哋預期咧政策利率喺2026年中會降至3厘。根據歷史嘅經驗，當聯儲局減息而經濟能夠避免硬着陸同時咧，風險性嘅資產例如股票、企業債表現通常都係唔錯嘅。咁點解聯儲局要減息呢？聯儲局轉向寬鬆政策嘅主要原因咧有兩個。第一方面，勞動力市場開始放緩，最近幾個月非農就業職位嘅數據比預期差，失業率亦都喺低位回升，其他指標亦都顯示咧企業請人嘅意欲咧開始減弱。第二，聯儲局認為關稅帶嚟嘅通貨膨脹只不過係暫時性。最新嘅數據顯示咧，租金、服務業嘅通脹放緩，汽油價格下跌，令到咧整體嘅通脹保持穩定。咁我哋而家回顧一下咧，不同類型嘅資產喺過去減息週期嘅表現。咁呢個圖表反映到咧，股票、債券、黃金同埋美元喺首次減息之後12個月嘅表現。喺2001同埋08年嚴重衰退嘅期間咧，股票因為市場嘅大幅調整，表現疲弱。咁喺較溫和嘅經濟放緩時期咧，股票一般都錄得正回報，因為基本嘅增長動力依然係存在。固定收益方面咧，回報亦都比較穩定，波動性比較低。咁今次咧，家庭嘅負債水平遠低於2008年之前。雖然股票嘅估值偏高，但係推動今次升市嘅科技公司咧，其實有非常強嘅盈利能力，同2000年科網泡沫時期不一樣。咁雖然股票市場短期或者會有波動，但我哋認為今次嘅情況咧，更加係接近一個軟着陸，而並非一個經濟嘅硬着陸，因此有我哋風險資產。咁投資者亦都應該考慮啲乜嘢呢？全球嘅多元化配置同埋主動管理資產配置咧，依然係十分之重要。美金走弱有利新興市場同亞太市場，科技同埋通訊行業咧，因為全球人工智能嘅發展前景咧而變得樂觀。債券方面，我哋會比較睇好一啲短期至中期嘅債券，因為受到減息而受惠，但係長期嘅債券咧，可能因為財政問題而面臨挑戰。咁減息有助企業嘅違約率保持喺低點，對於一啲高收益嘅企業債咧係相對地有支持。美金走弱亦都有機會推動新興市場嘅固定收益。咁總括而言咧，美國嘅減息週期係有利於風險性嘅資產，延長美國嘅經濟增長週期。但係因為盈利嘅增長不平均啦，全球嘅不確定性咧，保持一個多元化同埋主動管理依然係關鍵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攞更多嘅市場資訊嘅話咧，歡迎瀏覽我哋摩根資產管理嘅網站。